Hello，大家好啊！中本聪的 Core 要上线这个 OK 交易所了啊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中本聪的 Core 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一个手机挖矿的项目啊，那近期要上线这个 OK 交易所了啊，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。那各大社区呢都在下载 APP，网传的这个目前的价值呢是$6000一枚，这可能又会激发一部分人的这个荷尔蒙的激素呀。不过呢，我个人认为这完全不用羡慕。个人预判的上限的价格可能会在$5左右啊，最多。那最高的可能会到个$20左右。那具体的价格呢，还要等这个可以充提时的这个真实的价格啊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无论价格是多少呢，都无需去感叹。那毕竟呢你没有去付出真正的这个成本啊。我们最多唯一的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是时间了。那你每天需要去点一下啊。所以值多少钱呢？不管是值多少钱呢，我认为都是赚的啊！不知道大家呢是否同意？那同时还恭喜参与的朋友呢，如果你有幸参与了，那么也建议你呢可以分批的出货啊。如果上线后呢，像这个货币交易所的派一样的持续上涨，那么你可以在每一次创新高的时候就出一次货啊，直到全部出完为止。虽然呢热度很高呀，但依然不建议抱着投机的心态呢去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啊，毕竟有风险啊，特别是像这种这个。新的项目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机构背书的项目，我认为一定要谨慎的啊。如果一定要参与的话呢，那请保持小资金参与啊，降低风险的就是赚。那从价值意义上来说呢，克勒目前还没有看到值得投资的价值啊。从整个区块链的发展环境来看呢，未来一定是应用为主的啊，炒作呢为辅的一个时代。就像我们现在的股票啊，你光炒作不行呢，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财报呀，各方面呢发展不行，那你这个再炒作都没用。所以，任何一个没有应用的通论呢，在未来是否能有价值呢？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考证啊。或许只有在等到出来新的应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评判呢，可能会更有意义啊。因为现在呢刚刚上线，而且它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应用啊。而近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，以太坊上海升级的0.7有可能会继续带动市场各板块的这个轮动上涨啊。最大的风险呢，可能会在升级完成之后，或者升级前几天有可能会形成对市场的强大的抛压，那最终会开启新一轮的这个回调。上海升级之后的这个以太坊的生态呢，可能会降低的盖茨费率啊，提升这个处理速度等等。但以太坊未来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在供链百花齐放的这个时代里呢，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之前啊，谁都不能停止创新的脚步啊，谁都有可能在这个下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之前可能倒下去啊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啊，点赞分享了财源不断，关注了我呢将会不定期分享最新的财富密码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